37年七七事變之後咧，我哋紅卍字會總會咧就已經預料到咧戰火會蔓延全國，所以咧開始籌措物資。到咗1938年8月咧，就喺上海成立咗華南救濟隊嘅總監理部，指揮華南救濟。咁我哋當時咧，香港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當時香港係喺英國嘅殖民管治之下，日本人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佢唔能夠打香港。香港亦都成為咗當時嘅一個可以俾內地居民逃避戰火嘅棲息之地。大量嘅難民源源不絕咁嚟咗香港。喺咁嘅情形底下咧，香港嘅人口咧大家如果讀過香港史都知道，突然間上漲緊要。咁當時香港嘅社會福利咧基本上係由團體去做。抗戰之前香港係唔准成立紅卍字會但係因為抗戰烽火爆發，英國人咧就同意香港成立紅卍字會，但係香港成立個紅卍字會咧唔能夠係世界紅卍字會香港分會，全國都係咁㗎，即係江寧分會南京分會咁嘅，一定係世界紅卍字會打頭嘅。但係咧，因為香港嘅法例規定咧，喺香港成立嘅傳統宗教團體咧係應該同外地冇關係嘅，所以咧我哋只能成立香港紅卍字會，所以呢個係唔公平嘅一個政策嚟嘅。咁但係問題你又要借助紅卍字會嘅戰場救護經驗啦，所以咧佢只能夠讓香港紅卍字會成立。咁香港紅卍字會亦都所謂一成立佢嘅自覺咁樣擔負起呢種咁嘅責任。咁當時咧上海嘅華南總監理部咧組織咗華南救護隊嚟香港，總共3支，基本上咧係借助香港作為一個跳板跳翻去廣西，因為大軍已經壓到去廣西，就喺湛江呢度上岸，廣西一帶活動就進行戰場救護。其實當時大後方嘅前線就喺呢度，佢打入廣西，佢又會直插雲南，跟住上四川。國民政府當時喺四川、重慶，喺咁嘅情形底下咧，呢個堅守廣西就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戰略部署咁華南救護隊咧當時就係穿插喺呢個戰場入邊進行救援。佢做嘅嘢係好多嘅包括咗戰地救護啦、空襲救護啦、施診施藥啦、施醫施米啦，乃至施棺啦甚至我見到一啲圖片咧係戒毒啦。最重要係佢哋係堅持到抗戰結束但係佢有冇犧牲？有犧牲。我哋第2隊嘅隊長叫李蹉跎，呢個隊嘅主任叫做袁裕善，喺1943年8月咧，日本對衡陽即係湖南嘅轟炸入邊咧犧牲。咁另外咧有一隊嘅救濟隊咧，有2名隊員咧職勞殉職即係其實勞動量太大。不過呢啲就係我哋所講嘅一啲所謂先賢嘅故事。其實佢睇得到我哋有信仰嘅人佢哋可能活得短一啲但係應該講相當精彩嘅人生。